伫圣诞的时，咱伫暗会内底，咱伫圣诞的节期，咱常常伫教会内底，咱就会讲圣诞快乐，或者是讲到平安平安，咱阁常常会称呼耶稣降生的迄暝叫做啥物夜啊？平安夜吼，而且阁是一个世界出名的诗歌。哦，今年圣诞礼拜，今年咱也无唱着，敢若无过着圣诞节安尼吼，咱来唱一个好啊，来，平安明，圣诞明，金安全，金更明，更久老不久沿海，金温顺个金可爱，兄弟所安民，兄弟所安民。但是，毋是每一个人伫平安眠的内底，拢是平安的心情。伫耶稣出世的迄当，有侪个人伫平安眠内底，心内会当讲是百感交集哈。咱今仔日对一段经文内底，就当看到这人无共款的想法，互咱来看，互咱来想。今仔日咱做伙看到两段经文。第一段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的经文，互咱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非常无共款的情形，就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咱若较准确来讲，会当讲是耶稣的即个肉体的老母哈，肉体即个身体身躯的老母玛利亚已经订婚，但是还未甲伊的丈夫同房。圣经记载，即个上帝圣神的气力就互伊来怀孕。当然，咱毋知要安怎解释，咱无法度解释，因为照咱的医学、照咱的理性来讲，敢若着爱男女发生性的关系，才会来怀孕。但是咱知伫上帝的气力内底，凡事拢有可能。甲边仔人讲者，伫上帝的气力内底，凡事拢有可能。含即个水倒变做酒的可能性，哈，有时早倒会咧祈祷的时，祈祷会的时阵，兄弟就咧讲，哎呀，讲哦，阮兜期待吼，这耶稣会当甲水变做酒，吼，阮兜迄个某咪人吼，足爱啉酒的。足想要甲基督吼，伊迄酒拍开的时阵，酒倒出来煞变做水啦！伊讲第一罐倒出来，讲酒哪倒出来变做水？哎呦喂，这罐公卖局有问题，搁换一罐酒倒出来搁水，安尼我保证伊以后拢毋敢啉酒。所以讲上帝的心热，上帝的心热。所以咱看见耶稣的怀胎是上帝的心热，而且当即个约瑟咧想讲，我的未婚妻还未结婚就怀孕，到底要安怎处理？伊咧想的时阵，搁一项特别的代志发生，就是天使竟然伊显现。天使显现的时，甲伊讲，甲伊启示，甲伊讲，原来即项代志会发生，是上帝要拯救世间人的计划。原来伊的未婚妻玛利亚所怀的胎，是对圣神所怀的胎，而且所以玛利亚这生出来的囝，甚至含这个囝的名都甲号好。这个囝的名叫做啥物啊？耶稣。我为什么爱号耶稣？因为耶稣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拯救。耶稣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中来拯救出来。所以基督徒，咱真做信耶稣的人，这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咱相信这位将人对罪恶中救出来的主，因为咱知咱人拢是有限，
咱需要救主来拯救咱。而且这段经文甲咱讲，耶稣的名，佫有另外一个名，另外一个意义，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地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表示上帝亲身来到这个世间，要甲咱伫地。甲边仔人讲者，讲耶稣降生就是上帝甲咱伫地。来讲者来。台湾的信仰，台湾的宗教信仰，拢是期待人会当变做神。伊是一个伟人，伊是一个做了真好的人，伊伫历史顶面有真好的表现，甚至无即个人，因为即个小说内底有讲到孙悟空，啊无咱就来将孙悟空甲封做是神来甲拜。这个拢是对人的角度，来变，希望互伊变做是神来保庇咱。但是咱看见，圣经的故事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角度，是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来降生伫这个世间，成做咱的拯救。因为人无法度靠着家己的敬拜，人无法度靠着家己的道行来得到救，乃是上帝对天顶来怜悯咱，来拯救咱。所以咱看见伫平安暝，就是这个奇妙的代志发生的暗暝，就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，甚至地球伫上帝目睭中嘛无偌大的一粒，亲像沙共款。但是上帝竟然亲身成做人的款式，来到这个地上，甚至成做人的款式进入伫一个查某人的腹肚内底怀胎9个月来出生。这个拢是要互咱看见上帝屈价家己降生伫这个世间。咱看见伫平安暝内底。侪人用无共款的态度来接受、来领受、回应这个上帝甲咱伫地的这个消息。第一个咱看见的是东方的朴素。顶礼拜咱嘛有讲到东方的朴素。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，伫遥远的东方有几位，咱即马现代的讲法可能类似叫做这个。天文学家，天文学家，因伫迄个所在看见迄个星，因就开费侪时间、侪金钱、遥远的路途来行。这互咱看见，这个东方的朴素，因对这位古册所应允的犹太人的王，因对这个启示的王，因真正关切，所以因常常咧敲吹。天顶的星象有甚物款的改变？而且因阁开费着侪精神，行，就是为着要找着这位王。所以咱看见，伊当伊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伊就紧紧来问讲：迄个王伫倒位？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倒位？你有发现一个足矛盾的部分无？耶路撒冷的人拢无反应呢，耶路撒冷的人无人咧找耶稣呢，竟然是这三个东方行遮尔远的路来的，要找耶稣。所以咱看见因对真理的态度，因对耶稣的态度是非常无共款的。所以咱看见因最后也找到耶稣，满足了因迄个求道的心。咱常常咧讲，咱人着爱求道，爱修道。咱看见这三个东方的朴素对耶稣的态度，就是迄个求道的一个上好的模范。咱看见伫因的身上，咱会当学习着耶稣是值得咱认真敲吹。做伙讲一来，耶稣是值得咱认真敲吹。咱对耶稣的态度是安怎？咱敢有亲像东方的朴素共款，付上咱的时间，付上咱的气力，好好来敲吹。安怎敲吹耶稣？
咱会当对圣经的内底敲找耶稣，咱会当伫教会的聚会内底来敲找耶稣，开会咱的气力就是为着来得到这个真正救世的福音。这就是东方的博士互咱学习的。但是咱看见还有另外一群人，就是这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了后，因拄着就是当时治理犹太地区的总督，叫做希律王。希律王伫历史的记载内底，咱历史的古册、历史的册会甲写做大希律王大希律王，因为后来还有其他的希律王，但是这个大希律王，伊出名的，就是伊真占卜，伊是一个真残忍的王。咱看见圣经内底的记载，当伊要找为着要将耶稣这个犹太人的王，听见犹太人的王，犹太是我咧管的呢，竟然伫我的土地顶面有人敢做王。所以我就爱将伊甲处理解决单掉，所以伊就甚至将当时的这个细囝，当时这个同年龄的细囝，就伯利恒附近的这个细囝，拢总来处死啊！所以咱看见这个希律王，伊对耶稣出世的态度，伊心内并无平安，因为伊感觉伊的地位受到威胁，同城的人也感觉无平安，因为这个王已经遮残忍，这个王若阁变动，后来是阁较好，也是阁较歹，犹原是袂好势。希律对三个博士安尼讲，恁去找迄个细汉囝，当恁找到了，就来甲我讲，我就要去拜伊所以讲，咱看见这个希律王是对圣诞、对耶稣的降生是非常非常的虚情假意，假无意讲我要去拜伊，其实是想要了解耶稣伫什么所在，要将这个可能做王甲杀掉，这是非常阴险的心理。所以咱看见伫圣诞的时，伫现代的社会内底，敢有人伫平安眠，心内并无平安；敢有人因为耶稣基督降生，要拯救世间人，要做王的这个消息，感觉到心内不安。讲我的人生当然是我家己掌管，我哪有可能让耶稣来掌管我的人生呢？感觉到不安，甚至像希律王同款，虚情假意的拜耶稣。虚情假意的说要拜耶稣，其实心里根本不要耶稣做我的王。甚至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是真正想要将耶稣降生的好消息甲压制落来，甲摆脱出去咧？这个希律王后来的下场是非常的严重，伫历史的记载内底。伊甚至亲身下令将伊三个囝来处死，甚至伊的太太也因为怀疑伊的太太有外遇，也是处死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款的代志？因为这王的心内充满了掌控欲啊！伊又想要控制，伊惊伊的囝来甲篡位，伊惊伊的太太对伊不忠，所以全部拢害死。当时的这个希律王。若是伊的人生有一个另外的选择，当伊听见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阵，伊若毋是用一个想要控制的心理，想要控制耶稣，想要控制这个权力，控制这个王权的心理来思考的话，伊是真正拍开心门，来认捌耶稣的意义，来认捌耶稣所讲的福音是甚么的时阵。伊敢会阁亲像安尼来家破人亡呢？第三群的人，就是咱看见有的人伫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，心内很冷漠。这群的人就是犹太的祭司长，甲伫文士。当希律王心内不安的时阵，伊就去找专家来。什么人是专家？就是这个对旧约圣经真了解的这个高人。这个高人是什么人？这个高人就是犹太
的祭司甲文士，遮个就甲因问讲，基督会出世伫倒位？遮个祭司甲文士确实有读圣经，真认真读圣经，真问因随时就会当提供答案。迄个答案就是伯利恒。因为圣经有记载安尼讲，咱来读者好无？周报顶面有第3点的所在有记，咱来读者来。伫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载讲，犹太地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太大城中间并毋是上细，因为将来要有一个君王对你遐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所以你看。祭司甲文士知影耶稣无？知影无？因知影无？知，因了解。因知影耶稣要降生无？知影无？知。因知影耶稣降生伫倒位无？知无？因敢有去找？无，因无去找。因伫迄个所在冷淡，因伫迄个所在无要安怎？无紧。无要无紧，伊知影即个君王要降生伫伯利恒，但是因根本无关心伯利恒有发生啥物代志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部分。因甲东方的朴素是一个真大的对比。东方的朴素是伫远远的所在看见青鸟，看见青鸟就走2年来找啊呢。这犹太的祭司甲文士。规工拢有圣经看，但是因根本不在意耶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爱有热情。我昨暝圣诞暗会了后，心情真欢喜，毋知咧欢喜啥，心情真欢喜吼。当然毋是因为会当滴迄个安尼。吼，毋是会当演迄个角色，所以心内足欢喜的，是感觉到大家兄弟姊妹，咱昨暝迄个情景是非常做伙服侍是足欢喜的吼。昨暝你感觉安尼大家安尼足欢喜、足温暖的人，请举手。吼，真正你有来参加，你就知影讲，迄个大家做伙庆祝，大家付上家己的气力。做伙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遐尼啊欢喜。牧师娘甲我讲，牧师你有注意到无？我讲注意到啥物？讲所有的节目的方向拢共款的。我啥物方向拢共款？讲隆重的讲耶稣，隆重的讲耶稣。所以讲对啊，圣诞节毋就是高举耶稣的时间吗？圣诞节毋就是报扬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的时间吗？我为虾米遮欢喜？我想啊想，我今日早起，我甲整理出我的想法是虾米？迄个想法就是我伫昨暝的即个对食饭，一直到暗会，甚至到暗会了后，阁有侪人留咧整理这整个的过程内底，我看见教会内底充满一项物件，就是热情。热情是传福音的基本配备啊！甲边人讲者，热情是传福音的基本配备。啊，讲一来。我想有时阵咱拢感觉讲，我着爱圣经捌落头，才来传福音。我想无一定咧，无一定。我想传福音，阁有一个较要紧的，就是伫你的心上，敢有对耶稣的迄款热情。你会去互啥物人感动？一个新学博士，你敢会互伊感动？无一定对无？但是若有一个足欢喜、信耶稣、信啊足欢喜的人，伫你的身躯边，你会互伊感动无？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奉主的名祝福咱，互咱身躯边的人拢看见咱的热情。阿门。互咱身躯边的人拢看见咱对耶稣的热情。阿门。拢看见。好，咱就是迄个信耶稣、信啊热跳跳、噗噗跳的人啊！毋通亲像文书，毋通亲像祭司。你甲问啥物圣经的问题，拢甲你讲，
无毋对。伫圣经的顶面有安尼记载，所以安尼是真好。但是你感觉袂到，伊信耶稣信甲足快乐的。但是你感觉袂到，伊欢喜信耶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信仰是有温度的，信仰是有温度的。传福音是用温度去感染的，传福音通常毋是用说服的啦，真少，足有限的。但是传福音是互听来感染的。奉主的名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亲像东方的朴树同款。这个文书有圣经的证据，这个文书知影君王出世伫倒位，因无要去拜。咱嘛真侪人，现代人嘛知影圣诞节，嘛知影迄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但是无去追求，是毋是就亲像祭司甲文士同款？虽然知影，但是体会袂到呢。最后咱要看见，当朴树经过天使的引带，对着星行，直到伯利恒。这个星大大发光，因就知影已经到位咯。入去就找到主耶稣。咱看见这个朴树大大欢喜，当因找到主耶稣的时阵，因就拍拜伫这个婴仔的面前。伊是朴树呢，天文学家呢。天文学家怎么会跪拜在一个小婴孩的前面呢？这是啥？这个就是热情，这个就是信仰，这就是放下家己的尊贵的这个部分。所以咱看见朴树大大欢喜，跪拜耶稣，拍开宝盒，摕出3项的礼物来送予耶稣，摕出黄金、乳香甲木药。顶礼拜咱也讲到这3项礼物的意义。黄金代表因看重耶稣亲像君王同款的尊贵，所以用黄金来做礼物。乳香是一种敬拜的香料，因为因知影耶稣是神，所以因将这敬拜的香料献伫耶稣的面前。木药是一种处理尸体的香料，因为因代表耶稣将未来将要担当世间人的罪过，受定伫十字架的顶面，所以因就献上这个木药。尊迎耶稣是这位献上家己来是受死搁活的救主，所以使徒约翰就将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，会当做一个上完整的描述。请咱做伙来读好无？约翰福音第3章伫周报顶面有来，咱来读来。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收赐予因，叫一切信伊的。无得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因为上帝找伊的囝降世，毋是要审判世间人，是要叫世间人因为伊来得救。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就是上帝疼的证明。因为耶稣毋是别人，耶稣毋是啥物宗教的大师、宗教学者会当创造一个新的宗教。耶稣毋是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因为伊是上帝的独生囝。伊来到这个世间，会当担当咱的罪。耶稣会当担当咱的罪，互一切信伊的人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上帝找伊的囝来到这个世间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上帝。本身来到这个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人，是要互人会当照着伊来得救。亲爱的朋友，咱对耶稣的回应是啥物？咱有亲像东方的朴树来会共款无？耶稣，我想要将耶稣，我要搁较认捌耶稣，我要搁较认捌伊的拯救。我要勤读圣经来了解耶稣的拯救的意义丰富是啥物款。牧师甲你保证，你一世人嘛认捌袂了，但是你认捌愈多，你的心会哪欢喜；认捌愈多，你的生活会搁较有气力，你的永远的活命要充满伫你的心内。
咱对耶稣的回应是啥物？咱是毋是心内搁咧不安呢？因为咱人是无简单人无简单接受耶稣做王，人无简单互家己对性命的宝座顶面落来，互耶稣坐伫咱的性命顶面。但是独只有互耶稣做咱的主，咱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，你才有迄个正确的热情。求主帮赞，互咱会当真正看见这个平安面内底这个人物，互咱来学习，互咱来思考，咱要安怎对待耶稣，咱要安怎来回应耶稣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伫咱中间可能嘛有一寡兄弟姊妹，你嘛还未接受耶稣，早前还无接受耶稣，但是今仔日咱听了这个上帝的话，咱看见这三种的人物，因用无共款的角度，但是只有真正来敲吹的，才会当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咱甘愿意拍开心门，来接受这位主爱的上帝的独生囝，互耶稣住伫咱的心内，互耶稣帮助咱会当有永远的平安。在座的兄弟姊妹，咱拢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上帝的独生囝伫咱的心内，因为上帝的独生囝的好消息咱知影，但是咱敢有拍拼来传扬主的消息呢？昨暝咱真欢喜。因为咱看见有真侪的新朋友来到伫教会，我想这是要紧的事，因为这表示咱有一个传福音的热情，咱要来邀请，咱要来拍拼。昨你有你有带朋友来教会，敢会当举手一下？昨你有带朋友来教会？哦，厝边头尾吼，来举手一下，我们给鼓励一下，来举手。来，啊！你没有举手，我们怎么鼓励你啊？受洪这我知我有看你的厝边吼，所以讲咱真正伫这中间做伙来学习，好好将主的福音传扬出去，互通世界拢会当认捌这位主来献礼物伫伊的面前。咱三角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要感谢你的听。伫圣诞的节期，愿敬拜你，愿领受你的听。主上帝，愿知你的降生就是上帝听世间人，就是要将互信你的人，无得沉沦，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主愿为着这个新的朋友来祈祷，愿你的听就进入伫因的心内，因为阮知人若无耶稣，实在靠家己有够艰苦。阮无法度救阮家己的罪，这个功德嘛毋知当时做才有够额。但是你一遍伫十字架顶担当，就是永远的祭物，就是永远的担当。阮就毋免搁开费侪金钱来拜拜，因为耶稣已经是阮的拯救。愿向你献上阮的尊重，愿你献上阮的感谢，将荣光归伫你，将愿平安喜乐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中间。愿咱的祈祷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